过来看2019年宜兰南方澳大桥登起，6个外籍移工死亡，警方是查到因为无按度施工，督责不力。即马一审是宣布讲，负责施工设立的包商，过失致死罪判1年6个月。也另外工地主任、协力厂商甲监造人员，拢向判2年有期徒。 南无澳大桥2019年放起，地处6个外籍移工死亡，施工的厂商甲港务公司的人员拢总6个人来做被告。特别一审宣判，合议庭认为讲，这条使用20多年的桥，因为无按度施工，加上建造有疏失，固定吊索的系统因为生产严重来失效。负责施工设立的外包商，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6个月。姓吴工地主任甲姓边协力厂商，还有姓陈的建造，拢共判2年。 整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在于，就是说，这4位被告他们在施工的时候负有按图施工的这个义务，但是他们疏未注意，那没有按图施工。不过对判决的结果，被告嘛话要讲，81岁姓边的厂商伊去法院听庭，伊认为判决无公平，伊讲伊负责吊索的工程绝对无问题，是后续公部门依法甲管理无做好，桥才会放弃，一定会上诉。 他们从我们用仪器安装完了以后，25年快30年，从来没有用仪器再去检查过。同款红起诉，也有迄当阵苏澳港营运处姓邦，也有姓吴工程科的经理。合议庭认为讲，南无澳大桥并不是公路法，甲公路相关规范定义的公路，而且迄当阵港务公司制定的作业要点，嘛无应该办理特殊性桥梁检测的规定，所以2个人并无2年至少检测1届南无澳大桥的义务，判因无罪。宜兰这条葫芦岛大桥车流量真大，经过检测发现限烧真严重。宜兰县去年针对管府管理的238条桥做检测，拢总有30条桥爱修理，目前已经启动工程，要避免佫发生南无澳大桥放弃的事件。现在新的南无澳大桥，港务公司讲会照行政院新的桥梁检测、甲依法保养的规定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